忠心超日月，浩氣貫長虹。奮不顧身為中國民主鞠躬盡瘁，丹心竭力為華人人權死而後已。浩氣貫日月，丹心永駐香港楷模。彩霞映長空，青史長流中華豐碑。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席，香港教育家、立法會議員，傑出民主運動領袖司徒華先生，於2011年1月2日於香港逝世，噩耗傳來，舉世哀悼。我哋華盛頓州各界以及所有關心中國民主人權嘅愛國人士，深感悲哀，沉痛哀悼。1989年6月4日，中共政府以武力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所發起嘅學生民主運動，司徒華先生時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，均與香港廣大民眾組成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，強烈譴責中共屠殺行為，並舉行聲勢浩大嘅示威遊行、捐款以及聲援天安門學生，更積極籌劃以及營救因參與89民運而被中國政府通緝追捕嘅人士，讓一大批學生、學者可以安全流亡海外，以免被處死或者遭牢獄之災。司徒華先生愛國、愛人民，為中國民主偉業奔走，殫精竭力，功勳卓著。佢公義正直，捍衛真理，為中國民主所做嘅貢獻，全中國嘅人民永遠都唔會忘記。司徒華先生更一生承傳教育，更鼓勵學生們積極關心社會。我哋華盛頓大學中華國士學會嘅成立，亦都係源於司徒華先生2年前喺溫哥華對我哋嘅一番鼓勵、支持以及勸勉，更為我哋親手題詩贈言：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。讓我哋一群留學生敢於為社會嘅不公義而發聲，更喺校內舉行不同嘅學術論壇以及研討會，希望可以喚醒海外嘅留學生對自己嘅國家、社會可以有一份嘅關心、一份嘅熱情。我哋更聯同西雅圖嘅民運人士喺華盛頓大學合辦每年一度嘅6·4燭光悼念晚會，繼續為中國嘅民主自由而奮鬥。華叔，你放心吧，我們將承繼你的位置，堅決反對一黨專政，堅持平反89民運，誓將中國民主運動薪火相傳，以建設民主中國為我哋嘅奮鬥目標。沉痛哀悼傑出嘅中國民主運動領袖司徒華先生。華叔，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。華盛頓州民主中國陣線、中國民主人權聯盟、華盛頓大學中華國士學會、中國民主黨、中國民聯、中國民主聯合陣線、中國社會民主黨、黃炳章博士救援委員會以及部分個人代表2011年1月30日